演。如果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，你会选粤剧。我是小学毕业开始专业的学习粤剧，这个决定是我自己做的，因为我爸妈因为年纪太小，他们是不同意的。但是呢，他们很尊重我，我说我想去，他们说会很辛苦，你可能会后悔。我说我不会后悔的。那小时候刚开始接触的时候，你肯定会痛会苦，我就是牢牢记住自己说过那句话，不要后悔自己选择自己要走的路。我就记牢这句话，我就没有跟他们喊过。但我是卷自己的，我很清晰的知道我想要的东西，我必须去付出努力。始终对这个舞台保持这种敬畏感，我不敢随便的面对它。我好像一直都没有对自己满意过，我每次都觉得我发挥的不够好。只要我就是觉得自己不够，我对这个世界、对这个行业、对这门艺术，我的储备不够，我就心虚，我就想要多看看，我想多学习学习。我小时候不会在外面哭，我在哪里哭呢？我洗澡的时候哭，就是自己好像给自己多了一层伪装，好像我没有哭，但是这是水，但是其实我经常洗澡的时候哭。很多困难、痛苦、迷茫的时候都会面临选择，这个选择就是两个，一个就是坚持，一个就是放弃。我就是在这两个选择中每次都选择了坚持。但是我觉得辛苦是不怕的，没关系，我可以战胜。会有很多困难啊，但是进入人物之后，你会忘记掉自己。想要走进每一个人物，我想准确的感受到他，而不是我只是唱，我只是演。我接近到他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快乐，这是我快乐的源泉。虽然它伴随着很多的枯燥痛苦，我因为觉得幸福，才会选择让自己去这么的痛苦。因为我如果不付出这些，我无法达到那个幸福。它是必须相辅相成的。我就希望我能为我舞台上的唱戏做更多的准备。我也不知道我算不算一个奔跑者，但是我觉得路嘛，总是要有人去走出来的。就无论是不是奔跑，但是我们一定是要往前走。反正呢，我一定会是去抓住每一个机会的，这就是我的一个基本原则。最重要的还是就是说了很多次的，希望能够有更好的作品带给更多的观众。我依旧想做我想做的事和该做的事情。可能你们觉得我现在是火了，但是我自己真的没有这样认为过。我觉得就是更多的人看到了我，但是他们也仅仅现在只是看到了。有多少人到底是能够留下来的，真正能够喜欢上粤剧的，其实还不知道。未来到底发展成什么样，其实还需要时间，还需要观众的一个检验。在我的童年回忆里面，其实粤剧是和茶相伴在一起的，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做茶叶的，粤剧是跟我父母掺杂着那种他们的辛劳，还有他们对我的爱护，粤剧是我最家乡的味道。今天的话，粤剧其实已经成为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了，就像呼吸一样，自然、平常又非常的重要。我觉得我又胆小又勇敢，因为我会害怕很多东西，我害怕自己做不好，我害怕让别人失望，但是我不会因为害怕就不去做，我会选择去面对。害怕是本能，面对是选择。我觉得在舞台上是一种投入且监理的感受，就是用我陈丽君的身体去接触另外一个人物的灵魂，在摒弃掉所有杂念的时候，我觉得那样的时刻是非常的享受的。我觉得在这样的时刻中会能够让我的精神非常的愉悦。曾经的我可能因为不自信，我不敢去想我能怎么样，但是现在的我希望不给自己设限，我想去尝试一切新的东西，我想要有不同的可能。所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成为一个破壁者，但是我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。在这个时代，陈丽君只来一次，这辈子只想做好陈丽君，想要唱好粤剧，